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4篇，出埃及记37章第1到16节，哥罗西书第4章第2到18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警醒 ，be watchful。约柜在圣经里面的地位不容置疑，就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如我们昨天所分享到的，它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它的建材非常的昂贵。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用纯金把约柜的里外都包裹住，周围镶着这个金边，他又做了4个扛抬用的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面，一边2个。他用金和獾木做了2根棍子，他用金包裹，穿过柜2边的金环，他用纯金做一个柜盖，长110公分，宽66公分，又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盖的2端各有1个，跟盖连在一起，合成一整块。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么昂贵的建筑材料所弄起来的一个约柜，它所代表的其实不是金子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诫命。就在出埃及记的当中，摩西在西乃上面所领受的那在西乃山上这个领受的诫命就放在约柜里面，那这代表了上帝的存在。我们上次说同在那如何正确的看待约柜是要被提醒的啦，被警醒的是说我们自己要警醒的，不要被这个光亮夺目的东西，就是那些金来给误导了，失去了正确的方向。那今天的经文接续的又提到这个圣饼桌。当然按照旧约的传统来看，建材免不了还是用黄金来做成，因为在当时候，其实现在也是，虽然现在不用黄金去盖礼拜堂，可是就是说黄金还是最贵重的建材料之一的那过去都用这个来盖圣殿来做一些器皿敬拜之用代表人对上帝的尊敬，用最好的建材，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因此用来建筑敬拜上帝的东西一点都不为过，然后就是用这个黄金，因为他们要表达对上帝的这个敬意但是呢，相同的，我们所重视的并不是因为这一些高贵的建材这是我们要记得的，而是它的功能跟它存在的目的。我们以现代教会的礼仪来看，就是说这个圣饼桌呢，其实就是圣餐桌的一种模式的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16节他说，他用纯金造桌上的器具，就是盘子、碟子以及奠酒用的这个壶和杯。这提醒我们圣餐的基础就是在纪念上帝的救恩，出埃及的救恩，还有被掳归回的救恩，一起领受擘饼的恩典。我想在目前台湾面对疫情用这个网络的礼拜，那如果在执行网络的圣餐的时候，其实就带领我们回去原来的那个杀长子之灾那个体会，就是大家门关起来，跟家里的人一起擘饼，靠着恩典来胜过那个瘟疫的攻击。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提醒了基督徒，你们祷告要恒切，要警醒，对上帝存感谢的心。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赐给我们传布信息的好机会，得以宣扬基督的奥秘。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工作坐牢的，请为我祷告，使我能尽责任把这奥秘阐明出来。你们跟非信徒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机会，讲话要温和风趣，好像用盐调和，要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应当要警醒基督徒要恒切的祷告，就是祷告要有耐心，不要说祷告一两次就好，我祷告完了，再来就是上帝的责任，不是这样子的而且要心存感谢。什么样的人会不喜乐？他们会离开上帝的道路远远的呢？就是那些爱抱怨排斥他人特别是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把他们当成这个敌人攻击爱增进当然昨天说的说谎那这样的特质，其实这些人就跟上帝无关了啦。因为基督徒是需要被提醒，或是说需要警醒的，需要时时刻刻的祷告。祷告会帮助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连结，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密室，跟天父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祷告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正如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祷告里面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我们都要靠上帝提供的时候，那这样的祷告就在帮助我们认清那个事实，然后学习谦卑。因为我们如果离开了上帝，就会失去了生命，连吃都吃不饱了，对不对？我们要警醒。在 NIV 的这个翻译里面，这个警醒翻译成 be watchful， 就是要有那种观察注意的那种生命就是随时去看你的周遭。很多的事物会让我们失去那种正确的判断力，我们很可能就非常容易的受到所谓媒体错误的信息的引导，我们说假新闻或是我们说的这种黑函那可能我们旁边的人也提供我们错误的资讯那我们就跟着别人做错误的决定了正如同我们现在台湾目前最热门的这个话题之一，可能就是说接种疫苗了但我们就不讲那个特权疫苗了那到底要不要接种？要接种哪一种？哪一种比较好？个人都说一套说法不一样，但是不一定正确。那我们如何去分辨我们要不要接受疫苗的接种？我们需要有警醒的心去思想哪一个是正确的正确的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是要借这样的思考。最近牧师回到台湾，就跟一些弟兄姊妹通电话的当中大家听说我从美国回来了，然后就第一句话说你打疫苗了没有？你打哪一个？你们真好，我们这个这边都打 AZ 的那你就可以听到说这个很多人是受了很多的影响，就有一些思考上面的不正确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种人云亦云，却让自己失去了美好的机会了我们要注意看，注意观察 be watchful， 小心的做判断。对于基督徒而言，就是专心注目在上帝，从上帝的角度去思考，就如同保罗一样，他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里面，可是他还是写书信给教会，因为他明白他是为上帝为主而受苦逼迫。那他乐意而且呢尽心尽力的服侍上帝跟服侍上帝的教会。有些人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形就会埋怨，
可能就会比较为什么是我别人都不会可能就会放弃了。保罗在经文的后面里面，他提到一些祝福的话，有他的同工们向各罗西教会的信徒来请安，他自己也是。然后最后面他提了一句话，这是非常有趣的。他说：“保罗祝你们好，别忘了我是带着所练的，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意思就是说，我保罗在监狱里面都提醒你们要警醒了，要祷告了，要感谢了。那这一位警醒祷告上帝的仆人，这么美好的见证，他没有放弃，因为他警醒，他明白上帝对他的呼召。那我们呢？